大家好，乃黑特定欣赏，我们继续一起来跳摇摆舞。今天摇摆舞呢，我们要学的是两个也是很经典的动作，叫做 Rusty Dusty 跟 Grapevine。好，我来先问问大家，大家每跳完前面的舞以后，回家都有好好练习吗？好，如果没有练习的话，今天晚上就约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公园练习。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叫做 Rusty Dusty， 它长这样的哦。5、6、7、8，走走走走，回来。好，再一次哦。5、6、7、8，走走走走，回来。这动作呢，其实就是当时在美国的时候，就有在餐厅里面的服务生，真实就好像他在要小费一样，就拿着这个裙子把它拉起来要小费，小费就赶快丢进来。谢谢大家。所以的动作呢，它就是向前走4步，向后走4步，走走走走，然后往后走走走走。有往前的时候呢，如果这时候你有 T 恤，就把 T 恤拉出来，好像要准备大家赏小费给你。如果你没有 T 恤的话呢，你是穿着裤子，你就把裤子稍微的拉起来。这时候好像在拿着裙子一样，走走走走回来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加上拍子喽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一动作，叫做 Rusty Dusty， 很简单。所以呢，这动作就是好像你平常走路的时候，也可以有点很活泼的感觉，走走很轻松。对，只是我们加上了一些外在的一些帮助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来连续做2次，一次往前往后往前往后，连续2次哦。5、6、7、8，往前要小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去要小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这是今天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动作，叫做 Rusty Dusty。那今天学的第二个动作叫做 Grapevine， 葡萄藤，中文就是葡萄藤。这动作稍微有点难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它从这边来看一次，5、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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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起来有点难，是吧？好，动作其实很简单。一开始呢，我们跟节奏一起来 ，1、2、3、4， 哒哒哒哒哒哒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脚是一直重复的交叉，交叉，交叉，再交叉，交叉，交叉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右脚在前面，左脚在后面。右脚前，右脚后，我们一起来喽！哒哒哒，再交叉回来，交叉，交叉，交叉。最重要的是这个动作的节奏，你要一直保持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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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们一起跟着节奏来一次哦。最原地的，先看我示范一次：5、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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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一次哦：5、6、7、8，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我们就一起从这边往左边过去喽。5、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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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现在再一次哦，加上拍子哦。5、6、7、8 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这就是这个动作的拍子。那我们一起从左边再往右边过去。5、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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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一起再做一次哦。5、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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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背面看一次，从背面我们看一次，从右边往左边，再从左边往右边回来的哦。5、6、7、8，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从这边再回去喽，准备好喽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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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动作是看起来很华丽呢，所以它才叫做葡萄藤。好，那我们就连续做2次，右边往左边，左边右边，去回来各2次哦，准备好喽，我们跟节拍一起来，5、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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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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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做这动作呢，最重要的时候，你的手一定要举起来，不能看起来就有点死板。好，我们从背面再看一次，右边、左边回来各2次。
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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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再一次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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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学的第二个动作，叫做 Grapevine。那我们就把今天学的第一个动作 Rusty Dusty 跟 Grapevine 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每个动作我们都做2次。那我们先看一次哦。6、7、8，要小费，走走回来。要小费，走走走走回来。好，加上 Grapevine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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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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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动作 Rusty Dusty 跟第二个动作 Grapevine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学我们今天的第3个动作喽，叫做 Susie Q。Susie Q 长这样的哦，我们的一个脚在前面，一个脚在后面，长这样，看一次哦。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好，这动作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右脚在前面，左脚在后面。然后呢，这时候的想象一下你的脚，这个膝盖要打开，打开，好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做这个动作呢，每一拍的脚步呢都要踩出去，所以当我们脚右脚前，左脚后，左脚在后面的时候打开的时候，打开脚要踩出去，然后右脚过去的时候合起来，左脚过去打开，右脚合起来，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。好，这动作呢，我们怎么去做这个让脚去旋转动作呢？就是很重要一点，就是我们右脚使用的脚跟，我们的左脚呢使用的脚尖。所以我们从侧面看的话，它会长这样的。它其实我们这边前面用的脚跟，后面有没有脚尖，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去做旋转动作。打开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好，我们从背面来看一次哦。6、7、8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脚每一步都要提起来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 Susie Q。那我们接下来学怎么从另外一边回去喽。一样，这时候我们换成我们左脚在前面，右脚在后面，右脚打开，打开，左脚跟过去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好，这是我们从 Susie Q。那我们从后面来一次，有跟着节拍一起来哦。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6、7、8。好，另外一边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6、7、8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叫做 Susie Q 的动作。那我们就一次从右边到左边，一次从左边再回到右边。先看我做一次哦。6、7、8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然后就换另外一边的时候，脚轻轻的往前踩出去，我们就换一个方向了。再一次打开。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加上拍子喽。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6、7、8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 Susie Q 这个动作。那我们今天就把第一个动作 Rusty Dusty 跟第二个动作 Grapevine 跟第三个动作 Susie Q， 我们整个一起来做一次哦。6、7、8，要小费，回来，谢谢大家，再一次哦，哒哒哒哒，要小费，回来 ，Grapevine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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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，换另外一边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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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时候换成我们的 Susie Q， 把脚往前踩，踩过去以后，脚打开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换另外一边脚。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。好，这动作就是这样。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一次。6、
6、7、8，小肺，回来，再一次弯，6、7、8，哒哒哒哒哒 ，CQ。好，那我们从背面再来一次哦。6、6、7、8，回来，1、2、3、4，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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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，哒哒哒哒，数 CQ， 1、2、1。从后面的一次角度跟前面的一次角度，今天的脚步有点难，大家回去都要记得好好复习哦。大家休息一下，喝杯水，用毛巾擦个汗。跟着天地行沙继续学习摇摆舞。那今天我们要学的动作叫做 Spank the Baby， 也就是打小朋友的意思。其实打小朋友也不是真的打小朋友，是打你自己。所以先看我做的这个动作，它长这样的。从这边来看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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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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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呢，这个动作它的精髓呢，就在于你要走的时候，你要拍下你的屁股，所以它才叫做 span the baby， 好像打小朋友的概念的意思，就是好像在细腻这个动作，所以就感觉很好玩。那我们来看一次哦，所以我们先不加手，我们先走路的话，走。跟上去，走，跟上去，走，跟上去，所以脚步其实很简单。再一次，我们右脚走，走，跟上去，走，跟上去，走，跟上去，所以它其实很简单。重点在加一手以后，就会有时候大家会有点手脚不协调，大家可以多尝试几次，其实没有很困难。好，手动一动，准备好喽。来，所以我们一开始走出去，手就全部打开，然后就关起来就拍一下屁股，走出去。关一下屁股，打出去，打一下屁股，好，一样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打开，走出去，打一下屁股，走出去，打一下屁股，走出去，打一下屁股，然后整个身体都要缩起来哦。好，我们跟着拍子来一次哦。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6、7、8，另外一边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。6、7、8，所以每次都记得要打一下屁股哦。这就是这次学的动作叫 Span the Baby。那我们就一起整个连贯的从右边到左边一次，从左边再到右边一次。好哦，准备好就一起来喽。6、7、8，走，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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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边走，拍，走，拍，走，拍，走，拍。好，这动作就是长这样。那我们顺便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动作，之前学了3个动作，我们来帮大家复习一下。第一个动作叫做 Rusty Dusty， 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学小肺的动作吗？拿了裤子或者拿衣服来把你的小肺，赏你的小肺都要收起来。来看一次哦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6、7、8，把小肺都好好的收起来。大家都有收到了吗？那今天再复习一下第二个动作，叫做 Grapevine。我们再看一次，6、7、8，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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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一样回去，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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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动作看起来很困难，其实做起来真的很简单吧？好，我们就一次流畅的从右边到左边，再从左边再回到右边。来喽，6、7、8，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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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那上次我们还学了一个第3个动作，叫做 Su CQ
Suzy Q 动作呢，其实呢，不短对于摇摆物的一些自身舞者来说，它都会稍微有点难，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的试试看，尽量的试试看。来哦，所以我们来看 Suzy Q， 帮大家复习一下，一个右脚前，左脚后做动作。我们先完整动作它会长这样，但是呢，我们一开始呢，我们先只要做脚步走动就好了，走走走走，就像一个螃蟹一样，走路就好了。那回来一样呢，走这边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像螃蟹一样走路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一次只做走走走走，像螃蟹一样哦。过去一次，回来一次，准备好喽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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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边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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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像螃蟹一样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做出这个整个精髓，就是把你的脚要打开。打开的时候呢，还记得重点在于我们前脚呢只用脚跟，后脚呢用脚尖做这个动作，可以帮助你做旋转动作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一次哦。右脚前，左脚后，准备好了，脚打开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好，换另外一边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学的 Suzy Q。那我们从背面来一次，来喽，右脚前，左脚后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。好，换另外一边，左脚前，右脚后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。好，这动作稍微有点难，大家都可以尽量多试试看几次。越试以后呢，就发现你的脚就越来越灵活，越容易打开。那我们今天就把所有的动作呢，我们就全部串在一起，做2次 Rusty Dusty， 2次 Grapevine 跟2次 Suzy Q， 以及我们今天学到的最后一个动作叫做 Span the Baby。Span the Baby， 我们一次过去，然后一次回来。好，准备好，我们就跟着音乐一起来一次喽。好，接着来今天听的音乐，屁股想象一下有瑜伽球。做瑜伽球的时候呢，不要刻意去做它。这时候想一下晚上要吃什么，身体就会放轻松，不会那么紧绷。6、7、8，收小费。谢谢大家。1、3、4。哒哒哒哒哒，回来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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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uzy Q。换边，准备要打小朋友喽。好，那我们从背面，我们一起再来做一次哦。6、6、7、8。哒哒哒哒哒哒哒 ，Suzy Q。打小朋友。好，今天动作是不是有点难呢？那我们来帮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比较难的动作呢。第一个是我们的 Rusty Dusty， 记得一开始出去的时候身体要站直的，回来的时候身体有点微弯。谢谢大家，因为你在谢谢大家给小费，所以你要身体稍微有点微弯，不会出去的时候站直直的，
回来也站直直的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再做一次，顺便当做复习。来喽，5、6、7、8，直挺挺的出去。谢谢大家给小费，再直挺挺做出去，然后再回来，谢谢大家给小费。然后今天复习的第二个动作叫 Grapevine， 重点在于它的节拍有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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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们来一起先原地来一次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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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一前一后一起交换位置，交换位置，两个脚交换位置，好像在踩一个葡萄藤的一样的概念。所以我们一次从右边往左边，再从左边再回来喽。5、6、7、8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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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学的，我们之前学过的 Grapevine， 来帮大家复习一下。那还有一个动作叫做 CCQ，CCQ 的确这动作稍微有点难，但是大家只要多练习，一定都能把这动作学起来。好，这时候 CCQ 呢就一样是一脚前一脚后，往后面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。我们来从侧面看一次，看一下我的脚，前脚只用的脚跟，后脚只用的脚尖。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。所以大家如果在家里跳的话呢，记得要穿一双袜子，脚比较不会受伤哦。好，我们一次从右边、左边，再从左边回来喽。5、6、7、8，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。好，换另外一边，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。那今天学的动作就是 Bend the Baby。一开始的动作呢，全身打开，然后打一次屁股，然后全身缩起来，就然后出去，回来，出去，回来，出去，回来，换另外一边一样，出去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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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一样做2次，一次过去，一次回来。5、6、7、8，好，这就是我们这次学的4个动作，一个新的动作 Bend the Baby， 以及3个动作，帮大家复习一下。这动作都有点困难，所以大家在家要记得好好练习。晚上出去逛街的时候，也都可以把这脚步加进去哦。那大家喝口水，拿个毛巾擦个汗，我们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